大家好，我阿輝啊，歡迎大家今日參加一套碧海銀湖109平方嘅聯排別墅。呢度係一個開發商嘅交標，然後入邊睇到呢，佢總共設計係2層半嘅一個錯層複式結構，面積係109平方。呢個面積係寫房契入邊嘅，咁啊佢得房率實用去到280平方，依家價錢總價200幾萬就可以買翻呢一間帶埋裝修嘅屋企，然後首付只需要1.5成就 OK 啦。咁入到呢個位置呢，屬於我哋一個非常之特色嘅一個溫泉嘅一個特點。咁平時而家暑假咁可以喺呢度浸下，感受下一個非常之涼爽嘅一個夏日。作為大灣區，江門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大家開車過嚟就一粒鐘左右，可能就到江門啦。咁如果喺呢度居住嘅地方有咩可以首選嘅嗎？咁過嚟呢度探下都係比較唔錯嘅選擇。呢度入邊嘅設備全部都係開發商已經幫你做好嘅啦。咁正常買嘅呢係毛坯嘅單位，毛坯大概係160萬左右一套，就可以買到呢度109平方嘅。呢度呢係大概佢加咗40萬左右嘅裝修。咁你可以睇睇呢個裝修嘅佈局。咁呢個係一樓嘅呢，我哋做咗一個溫泉嘅一個方式，然後呢入邊係一個落地窗嘅一個玻璃，非常之採光 OK。然後呢一樓呢可以再同大家講下，咁呢個係一個公廁，呢一邊係一個長備房，呢度可以做一個長備房或者係保姆房都可以。可以睇睇呢個空間已經係絕對足夠㗎啦。然後呢，佢呢個庭院出去呢，仲有一個非常之舒適嘅一個休閒嘅地方。咁我哋平時可以呢度坐下嘢，傾下嘢，飲下茶。咁作為一個大灣區，咁江門都會生產好多比較好嘅一個樓盤去吸引我哋啲人過嚟呢度消費、居住、生活，甚至係定居。咁呢度嘅位置呢，其實佢已經係實用性係比較高㗎啦。咁依家我哋再跟鏡頭去往上走。呢度係一個2層嘅一個佈局。正常2層呢，如果係毛坯交付嘅話，呢度係冇嘅。呢個係開發商佢裝修，佢自己加一個隔層上去，做成一個2樓嘅一個設計。然後所有嘅全部裝修都係一個好大嘅落地玻璃。咁我哋打個鏡頭可以睇睇呢個環境真係好舒服。入邊嘅得房率都係比常高㗎啦。睇睇嗰一個陽台一個景色，你住喺呢度日朝早覺得得心情特別舒適。然後呢，出邊可以望到好靚嘅一個湖景，可以對面有一個好靚嘅湖景。咁如果係正常嘅屋嘅話，係好少有呢個非常之好嘅單位。咁我哋喺買翻呢度嘅話，就唔需要話日一打開窗就可以睇到好靚嘅景色。OK， 可以跟住。咁呢度有一個我哋將佢定為一個功能間，呢個可以做一個大廳、演示廳或者係一個房間都得。佢所有嘅屋打晒一個落地窗，相當於一個陽光房，光線特別舒服。OK， 咁2層嘅話就介紹完畢啦。咁我哋可以再上去。OK。OK， 呢度一個3層嘅設計，咁佢首選嘅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浴缸啦。我哋話好多人中意泡浴缸，過嚟呢度定居生活。
咁我首先介紹下呢個位置碧海銀湖，因為依家又係一個國企嘅一個加入，各方面嘅配套，然後咧一個資質嘅保證，都令到大家放心。咁呢個位置咧，佢首先如果係鍾意釣魚啊或者出海嘅朋友，咁可以呢度感受下呢個大灣區舒適嘅生活。然後講返江門，江門係一個陳皮之鄉，5億地區好多人過嚟呢度消費同生活。咁如果作為香港嘅朋友嚟到呢度江門，咁你如果係想玩得開心啲，想住得舒服啲，有海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可以自己實地過嚟考察下。我最後就講句啦，我係阿輝，呢個別墅咧大概係109平方嘅，你只需要200萬就可以買翻我哋而家介紹嘅呢個有裝修嘅單位，首期只需要1.5成。如果你唔中意呢個裝修，咁你想話自己毛坯裝都好嘅，大概係160萬左右。而且依家因為呢個位置咧比較特殊，貨量有限，如果有需求嘅話，可以WhatsApp 我或者係加微信 ，OK。